台中市136线是往日月潭合欢山的道路，沿途会当欣赏到山区的美景。不过，有真侪民众会伫遐乌白弹喷射、乌白弹昏头破坏环境。即马环保局就设监视器，至4点钟要来追查此地违规弹喷射。涂骹的塑胶管也有四个乱弹的烟头。台中市136线太平往国城段山区道路，沿路风景真水，吸引真侪人来遮来欣赏美景。不过，民众乱去喷射是真无公德。垃圾的部分确实，这样看下来确实是蛮多的。有烟蒂，对我看到烟蒂了。有比较脏乱。对。台中市环保局讲，136线经过台中太平区、甲南投县国城乡，也是通往日月潭、合欢山山区的近路。太平这边有15公里以上连续弯路，真侪重型机车甲改装车拢会行遮，也伫现场留下真侪粪扫。清洁队今年3月伫当地清出956公斤的粪扫。为着节省能力，最近已经伫2个所在设置24小时监视器来处理，只要发现违规，就会开车立人来开罚。因为这边最主要的垃圾大部分是，这些追焦者他们所留下来的垃圾，会把那个监视器，改在赤坎顶这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。环保局强调，只考虑地人上多，车坎顶搁再增监视器，未来更加准备增加 AI 智慧辨识技术，呼吁用路人粪扫莫乱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